我夠膽講啊，而家啲新區4.0嘅住宅響呢套單位面前，佢都係弟弟嚟啊！呢度現樓現證嚟噶啦，所以咧冇任何一個風險嘅。加上呢度嘅實用面積去到140%啊，即係點啊？150平嘅嘢俾到200平方嘅使用面積俾到你喎。以及呢個單位咧係一個複式單位，做到6米層高嘅，每一層做咗3米嘅，所以住起身有種叫做小別墅嗰種感覺。最關鍵最離譜係咩啊？呢度首期只需要3萬蚊啦，就搞得掂噶啦。加上咧呢度隔離咧都會有呢個山姆會員店啦，以及呢個中山站嘅，所以你坐高鐵翻去香港亦都會比較方便。加上仲有呢個香港嘅直通巴士，即係直接咧落樓可以坐車坐到荃灣啦、太子啦、旺角啊、尖沙咀呢啲地方嘅。咁如果你話去機場嘅話，25分鐘時間咧就去得到機場。加上呢度翻到去呢個碼頭咧都係半個鐘頭內咧就翻得到噶啦。咁你可以坐船翻去香港，係永遠唔會塞車嘅一種方法嚟嘅。嗱，各位朋友仔啦，如果你感興趣嘅，下方3個6我發啲資料俾你睇啦。